一個被譽為西方問米嘅玄學工具，佢可以揭示我哋嘅前世今生、因果業力、個人課題，更可以做到靈魂療癒。佢就係阿卡西記錄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歡迎大家嚟到玄學研究所，我係研究員 Krista。今集西方玄學解密，我哋會探討一個被譽為西方問米嘅玄學工具——阿卡西記錄。阿卡西記錄 （Akashic Records） 係一個源自神秘學同埋靈性傳統嘅概念，被認為係一種記載宇宙中所有事件、思想、情感同埋潛在可能性嘅靈性檔案庫或宇宙圖書館。呢個詞源於梵語 Akasha， 意思為以太或者天空。喺印度哲學中，代表一種無形嘅容納一切嘅能量或者媒介。阿卡西記錄嘅核心概念：一、全知嘅信息庫。阿卡西記錄被描述為包含過去、而家同未來嘅所有信息，唔單止係物質世界嘅事件，仲包括靈魂嘅旅程、因果業力同靈性成長嘅軌跡。二、靈性訪問途徑。通過冥想出神狀態或者特定嘅靈性練習，例如催眠、夢境等，一啲人聲稱能夠調閱呢啲記錄，獲取個人或者集體嘅智慧，甚至解答生命中嘅困惑。三、同宗教、哲學嘅聯繫。喺神智學 （Theosophy）、新時代運動 （New Age） 中，阿卡西記錄被視為靈性進化嘅關鍵。基督教神秘主義亦有類似概念，如生命之書。喺量子物理學中，有人將佢類比為宇宙全息圖或者零點場，但係呢個係非科學嘅比喻。阿卡西記錄常見嘅用途：靈魂療癒、回溯前世或者理解今生嘅業力模式；創造性靈感，藝術家或者作家通過佢獲取靈感；個人成長，探索人生目的或者人際關係背後嘅深層原因。阿卡西記錄更加似一種隱喻工具，幫助人們連接內在智慧或者係集體冇意識榮格心理學概念。係咪真實取決於個人嘅世界觀，但係佢嘅價值可能在於促進自我反思與靈性探索。你對阿卡西記錄邊方面感興趣呢？係歷史起源、實踐方法，定係真實個人體驗嘅分享？歡迎留言告知我哋。如果覺得我哋嘅影片有趣，請訂閱我哋嘅頻道 ，like、share 同 comment 我哋嘅影片。我哋下集西方玄學解密見，拜拜。